分享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可能唔知阿群妹我不卡是做乜嘅？其实我爸爸就是卖猪肉嘅。故说阿群妹我从小到大就有免费的猪肉好食。好啊，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阿群妹的过年过节的时节，就会听说我爸爸做烟囱啊，不卡三人同心协力向下做烟囱。故说讲大家就伫逢年过节的时节，爱食乜嘅？爱食腊肉，爱食烟囱。不过今日节目当中，福起来爱同大家来小嘅一件对哇当然的花莲过来嘅，一对阿爸韩国夹嘅妹嘅，爱同大家来小嘅夹布卡买嘅猪肉，韩国作为烟囱同腊肉也按好食嘅一条客家肉类嘅腌制品哦，细细嘅嘅来分享嘅一条，先来分享 TV 来宾分享，人哋来爸爸来泰国分享。大家好，今日当欢喜就过来俩客家台介绍我的产品哦，真的感谢各位，谢谢。好，什么来爸爸，撒下来迄个后生的模样哇，同后生韩国有接班的哦，撒下来就会来小姐姐分享，人哋子瑜分享。大家好，你好，我是子瑜，很高兴来到这里介绍我们的产品，谢谢。好，分享两位来到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雅不卡的产品。一开始就要来同大家来小姐啦，讲完爱食乜嘅？听说爱食腊肉啊，哇呀，又咸又香，棒饭一定赞，错冇？唔过雅不卡的腊肉，我看个名诶，吃到乖乖呢。为什么叫做浙熏腊肉？跟干关这什么事啊？对，该这样啦。嘿，你祖传的就是用甘蔗去熏，然后才会还有个甘蔗米，还有个香味。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祖传的，是不是？是。对，以前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阿公开始就有在这样子的做法吗？对。所以就是用甘蔗，在什么？因为做腊肉有冻豆铺这有可能一开始要卤要腌，晒下来要拍要晒，其实有非常多的繁复的步骤。所以呀，甘蔗黑嘛，该时间加落去的呀。哪一个步骤加进去？它是腌好了以后要晾干了以后熏，才用甘蔗在那个炭火上面去给它慢慢的熏，那个杂米才会入落去。所以你们家熏的时候，第一个是用感觉是炭火在熏的。现在也是吗？现在是用甘蔗当柴，然后瓦斯烧这样子。瓦斯烧，然后用甘蔗柴，用熏烟的感觉，然后给甘蔗米稀分送去。那就你们自己的感觉，你们自己吃到的感觉，你们会这样做，一定是因为食到有无 Q 用的口感。生来呀，加的甘蔗用甘蔗配的呀腊肉，有嘛个特别的米稀。香味冇强用。香味就冇够用了，鼓手像阿群妹素烘，哇呀，他就有疑问，看到就会流口水水的各位观众朋友，嘿，说唔到，抢爱说得到，呀嘿，辣味蒸饭，对不对？对，这个是子瑜发明的吗？其实这就是有点像我们广式的腊肉包饭一样意思，因为我们的腊肉是广式的，那所以我就参考了一下那个包饭的做法，那就是我发现，就是一般家庭，你如果说自己要用瓦斯烧不方便，那你就用电锅把饭蒸好以后，再把肉铺上去，加一些就是要再多蒸一下，要吃的时候淋上一些蚝油就可以吃。好好吃哦！你看它大枪声腊肉听听。真嘅唔可以细咸，因为人生腊肉最怕的就是死咸。对。你讲人家腊肉唔可以细咸，韩国有浓香的米线，这个香味
同我调过色咧，南用的香味是完全无共用的，感觉是用不一样的香料制作的耶。对，我们香料有很多种，一般的湖南腊肉是八角、花椒、盐跟糖，那我们的是就比较多种的香料。对，因为像亚哈大家做得看得到，像阿群妹阿乌卡头摆，我爸爸也还退休的，去享福去的，现在在享福。去头摆做南用的时节啦，其实用的跟这个香料还完全没共用的呢。至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马干亚乌卡这个香料跟别人用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样子才突出我们的腊肉跟一般的味道是不一样。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研发的，对不对？没有，这是像那个腊肉是我爸爸他们。哦，爸爸开始就自家用自家的香料加工，开始就自家来请自家自己卤腊肉的这个这个香料，就是自己的配方了。对，头摆就会自家配，给底肚太可以有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可以啊，里面有八角，有茴香，然后还有甘草、豆蔻、丁香、陈皮。哇，古手鸭就会自己的独门配方的味道，对不对？对，可以这么说。对，独门味道。对，除了有这个辣味蒸饭以外啊，其实子宇今天还有带来另外一个也是腊肉的这个小料理，会同大家来小结一下。对，就是一般来讲，年轻人可能对于腊肉，刻板印象，对，就是炒蒜苗，对，那就有的会接受度不高嘛。那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比较清爽的吃法，其实就跟当培根用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就像这是做生菜的方法嘛，对，生菜沙拉的感觉，对，下面切做生菜沙拉，对，蛋糕，对，就不用煎厚是煎到很脆，切很薄，煎很脆那样子的腊肉吗？只要就是有点焦香就可以，不用到非常脆，那就是还保留一些腊肉口感，不会太硬太咸这样子。那你加一点和风酱下去的话，综合那个菜一起吃就很清爽。夏天的时候很适合。对，我有个问题，因为我像刚刚吃那个辣味蒸饭，跟像现在你写的就是要搭配沙拉一起吃，感觉按你料理耶，按你腊肉，你切黑不黑要切比较薄一点点。对，因为一般就是可能你吃都切比较厚，对，那切厚你就吃到那个口感，觉得肉很硬，然后又很油。那你如果说切薄一点的话，你在烹煮的时候，那个油脂容易释放出来，那你也不会觉得吃得很腻口。原来係安尼哇！看今日有請到專業嘅來同大家來分享咯。所以用嘅真係好食嘅臘肉，哇！就係呀香料，愛選到愛懂清楚哦，自家愛選獨門的香料。韓國吼就係呀切嘅時間愛切到合泡到嘅。故所以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韓卡多嘅產品愛同大家來小記哦。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呢度愛同大家來小記吼，對呀花蓮來嘅還有一位爸爸韓國夾嘅妹嘅愛同大家來小記夾不卡嘅產品哦。剛好阿群妹有吃色呀，哇，這個浙燻的臘肉。有甘蔗配過嘅呀臘肉哦，呀香味真係冇共用。韓國 TPO 同大家來講嘅就係夾嘅香料係佢自家拖嘅哦，算是獨門配方嘅感覺。唔單止用臘肉撒下來，愛同大家來小記嘅係就係哇鹽蟲。過年嘅時節聽說愛食咧鹽蟲，唔過吼阿群妹愛看愛做當紅嘅呀3袋鹽蟲是3種不同的口味，有味辣咧，這辣味口味的這個臘肉，韓國有這個原味的臘肉，韓國撒下來是馬告口味的香腸鹽蟲，剛剛跟我們說鹽蟲，唔過吼俺用誒看這個顏色好像跟外面的顏色冇嘛該共用，為什麼你們家的鹽蟲色哈淡沒有這麼紅呢？因為我們沒有添加硝酸鹽，那我們就是用天然的辛香料，對，再搭配那個高粱酒下去做那個香腸的原料。對，因為一般的鹽蟲就是絞肉嘛，絞肉再加上會以前傳統的就會看到那包有一包一包
卖的市售的一包一包的粉，去捞给加落去韩国搅搅啊，加对酒、加水、加嘛该冲嘛呀。对，那里面就是有那个硝酸盐或者是色素，对所以它会防腐剂没有。哦，防腐剂可能没有，刚刚好，它是检验合格那一种，在标准值少量标准内的对防腐我剂们，这个不加防腐剂的，完全没防腐剂，没，一点都没。因为一般市售香肠，它是如果说用香肠包制作的话，对它比较容易就是可以在常温上保存。那我们的话就是不行，我们就是在就是烘干完成之后放凉，我们就马上包装，然后急速冷冻。哇，就会了解冷冻起来。古时候阿 Q 妹也他就来吃色看呐，用自己的批缝自己的配方做出来的，这个是原味的盐葱黑马干米西哦。这真的就是纯猪肉做的香肠，因为 Noble 有想是石头芦笋还是夜市的摊位里面的烤香肠，吃起来会觉得它的肉怎么脆脆的、粉粉的，肉不用该粉，该太白粉啊，该玉米粉该。对，基本也不用粉，吃起来那个口感就是跟纯肉做出来的不一样。没共用。对，除的是纯肉做出来呀，盐葱盐哦呀。两个香料真的又同 Noble 也冇 Q 用哎，这个香料也是你们自己独门的香料吗？对，底波有不用买个东西。一样也是有肉桂，肉桂它主要它也有杀菌消炎的那个杀菌防腐的作用，轻微用天然的方式来让它防腐。对，那这个香料我们也是有跟那个中药行讨论过，那就是就是我们提供意见，然后他帮我们调整这样子。哦，所以是特别跟中药行配合。对，我们有就是讨论过，就是香味的这一块。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香肠的肉是用肉块，其实就光这样子看就看得到肉块了。对，里面就看得到有一堆肉，还有那个肉的那个纹理，有没有？对。有些是用绞肉，所以你们是有加肉块在里面。我们就是全部都是用肉块，全部都是用肉块的方式。后腿肉它挑筋去膜以后，把它绞成粗的肉块，那这样就是口感也比较好。你吃的你也看得到，就是真的都是猪肉。哦，雅雅好吃的马告口味的，它的味道好特别哦。对，马告它的味道就是带有点姜味跟柠檬还有香茅的味道，好香哦。对，这个是另外加的香茅的味道吗？马告就是原住民的珊瑚椒，它这个是野生的，那它通常是原住民在用的香料。那因为它的香气很特殊，它也有防腐的作用。通常他们也是拿来腌肉。对，好好吃哦，口味不一样。对，非常推荐大家，因为一般呢盐葱说起来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味道，虽然也都会香料冇共用，不过加了马告之后，它多了一种柠檬的那种植物的清香感。对。有特别的香味，分享大家真的过年送礼非常适合。除了盐葱以外，还有哪个呢？因为一开始有讲到嘛，这个子宇非常用心，就是茴香接手了，这是第2代了嘛，对不对？那你还特别研发了特别某位产品，对，咸猪肉，对。因为咸猪肉其实吃起来都大同小异，那所以在腌的时候，我也有跟中药行就是讨论过，就是说我想要味道突出一点，但是又不能盖过肉的原本的味道，所以就是也是这样讨论出来产生的产品。然后听说你还发明了一个让年轻人可以接受咸猪肉的吃法，阿 Q 摸应该没忙死色沟，就是生菜包咸猪肉再配沙沙酱。对，这样吃的话，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咸猪肉的咸香，那再配上沙沙酱，你又不觉得腻，我觉得还蛮搭，就是还蛮很配，对，非常配，因为沙沙酱它是有醋跟柠檬或柠檬汁，然后加洋葱加番茄。含够一滴滴的香菜在上面，对，所以它香料的味道跟酸酸那种清爽的味道是很清楚的。那咸猪肉一般可能吃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稍微有点油腻，对。但是你搭配的沙沙酱，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再加上一撇生菜，
你就会觉得整个嘴巴里面都很清爽。真的，味道对，好特别哦。就是你可以就是一吃再一吃，你不会觉得腻就是了。那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接受度也很高，非常好吃，谢谢。真的很特别的味道，韩国是至于真都不卡以后几张开始有亚红的产品的。对，不止这样，除了亚的卤味产品以外，其实他们还有2样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无水料理。上来马该还有无水料理。无水料理就是我们的那个腊肉，我们的猪脚跟肉燥，我们都是以酒代水，都不加水的。哦，原来是这样。无水就是底部的水分，你看得到的水分，全部就会用酒。真正还没有任何一滴的水，都是用酒。古时候用酒上来做在拌也的猪脚也好啊，也系这个卤肉也好啊，我有拌也的按用的米是会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讲拌太家汤哦。大家有做到福起来咧，我是阿權妹也還有一些東西本大家看了。今日節目裡頭同大家來紹介係對花蓮安陽的蔬菜來嘅一對阿爸，韓國家嘅妹嘅愛同大家來紹介家務卡吼，本身係賣豬肉，唔過叫做當到肉類嘅副產品哦，像係煙腸啊、腩肉啊，韓國阿權妹啊、蘇紅也問。他說他是無水料理，就係佢低度冇加任何嘅水，加嘅水分完全就係用酒來推嘅。韓國大家昨天看到呀，這個肉燥飯啊，加蛋糕真的是很大方的肉塊耶。對，它不是像肉末那種，或者是已經看到像肉醬那種很碎的肉。對，因為我們就是想要就是肉燥能夠吃到肉的口感，那你也就是能放心說，這真的就是肉，純粹的肉。那個肉的那個肉燥那個豬皮的部分，我們是選用那個腿褲旁邊的那個皮。我爸爸說那個口感是最好，很 Q 的。我超喜歡吃這個地方的肉。我爸爸補空有的時間，意思就說啊，今天是後腿肉好吃。對，它就特別柔軟又特別 Q。對，很 Q。它的豬皮的部分，雖然它的那個後面那個濃啊跟油味部分，雖然看起來是厚的，但是佢食起來佢完全沒那個嘅感覺。所以你們家的滷肉也完全都是用這些地方來做的。沒錯沒錯。哇，因為我頭擺我啲老婆食滷肉飯的時間，我就全部卡講俾我爸爸聽，我爸爸就講，在外面吃那個滷肉飯啊，那個肉很有可能都是用不要的肉，脖子肉或者是比較不乾淨的肉來做，因為那都是切成肉末的嘛，對不對？古時候你要得還會用這個後腿肉的部分，沒錯。我們找到知音了，你懂是不是？對，後腿的瘦肉去攪的。對，後腿的瘦肉很好吃，後腿瘦肉完全不會柴，非常的嫩。古時候有除了後腿肉的滷肉以外，當然不能少的就是後腿肉的這個啦，這是什麼？蹄膀，豬腳腿褲的部分，青後色類蔬菜，後腿的地方，而且是後腳，它就是這個皮有沒有？很 Q 很 Q， 膠原蛋白就在這裡了，所以這個也是無水料理的部分，不加水。對，因為用酒的話，酒它可以軟化肉質，那它滷起來的話就比較不會乾柴。那再來就是它就是幫助你就是釋放那個油脂，對，它就是吃起來雖然你看起來肥，其實不會膩，對。其實它在因為當長時間的煲同煮同燜過後，其實佢大部分的油脂已經全部都溶出來了。那你吃到的，就是那上面表層那一層厚厚的膠質，那就會什麼你要有膠原蛋白嘛？阿權妹眼肉東東全部都是膠原蛋白。對，就有一點油，就是吃起來就是你那個膠原蛋白溶出來，那吃起來就是還是要一點油脂會比較好吃。對，古時候雅布卡妹有賣安呢，這樣子是用真空包裝的方式來賣嗎？沒錯，我們就是一份一份真空包裝。那你只要有時候忙碌不方便煮飯的話，你就是解凍加熱就可以吃了。你只要有白飯就可以吃了。哇！
按缝片，韩国其实也有，今天有带礼盒的方式，对不对？也有礼盒的方式来卖。对，我们的礼盒就是腊肉是做整条的，那个盒装的就是切片的腊肉跟香肠的礼盒。那送礼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大方要方便一点，就是香肠搭配腊肉，对，也可以这样子来搭配。对。鼓手，哇，你看吼。传统的也得有三样，你看买猪肉就买猪肉啊，做都按呢。你看连鸭空肉啊、猪脚啊，不是卤肉啦，卤肉同猪脚全部都可以做这个冷冻的真空包装，送到牙布卡，你微波一下、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对，鼓手俺妹想要来摸一下来爸爸哦，牙布卡一点很多万宝辣味工坊。其实万宝就是我们来爸爸的名的啦，怎么给按度好用名嘅名的呢？啊，叫佢做了那个网路的是啊，叫佢做网路，结果帮伊取名啊，看嘛改名好通啊吼，啊。该算命记个看到，俩名都当好了呀。算命哦，算命哦，就想说笔画好不好这样子。那其实佢看到俺名，佢就讲哦，你俩名都当好了呀。对。啊，佢就爱用俺名落去做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其实他在花莲很爱交朋友，他很多人都认识他，那直接是扛棒代言人，对，他就是招牌的。那我想说，因为这也是他的产品啊，那就干脆用他的名字好了。对，所以阿公的好名是阿爸的好名声，韩国每个好数年3胎年。就传承的呀，不开后面是爱本台噶。故说俺妹想要来摸一下子语，你这么年轻，然后你就决定说要接班，因为毕竟这其实黑一天很辛苦的工作，没错，对不对？对。当初怎么会想说想要回来接班？当初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之前也有在上班，那就是上班下班以后还要回家帮忙，其实心里是很反抗的，因为这个工作实在是很辛苦。对，然后你又不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对，然后这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这是外面的人太搞就看不到。韩国其实买主又爱动作红虫。对啊，3点多4点多就要起床。对，我爸爸每天都这么早就去市场。那后来是因为就是我把工作辞掉，那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就做了10几年，然后回来我就在家帮忙，然后我就看说，这个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家这个销路还不错，那我爸爸就提议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用网络销售的方式来做这样子？那我想说，既然反正我都已经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工作经验，那也都出去就是。想说那就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挑战一下，就是看能不能把它经营起来。对，所以就是有去参加一些看政府的辅导的计划什么的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包装就是客委会辅导的。哇，我觉得真的要给志宇拍拍手。除了给按黑上就念一转都不卡加速呀，不卡传统3呀以外，其实他还做了很多变化吼。像刚刚看到的比如去搞了范明这个咸猪肉啊，他自己研发，韩国去请呀混用粉来同太家来上讲，要怎么样的搭配才会有最棒的香料、最棒的成果，甚至给喊范明的这个新的这个吃法创意料理的感觉，而且其实你还得还有新的给包从有新的计划。对，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想说，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吃到我们的创意的料理，把我们的产品弄成餐点的话，这样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对，所以我们有计划在花莲有一个叫沃松园区的地方，想要就是把我们的产品组合成餐点，让大家享用这样子。所以未来在那边沃松园区是都得买也都产品，但是也有东西餐点可以吃。对，没做得是的。
那就好些走了。有好买，有好食。对，那预计是明年3月的时候。明年3月的部分，鼓手吼，各位乡亲朋友，分享大家吼，过年吼，天天就会到咧。大家就做在扫描去看家的哦，万宝辣味工坊，今日什么来爸爸，也谢谢志宇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天天运动欣赏，向下做运动了。